们这个工程是以预压密的工法来做我们的路体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呢，在预压密的这个过程呢，因为我们的路基的基底它是比较软弱的一个土层，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克服了非常多的一个困难。各个机关的沟通协调的一个部分呢，我们跟厂商还有跟主办机关这边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很开心，就是在第5届的公共工程的一个优质奖呢，能够得到特优，那也很谢谢各位评审委员的一个肯定。最主要的特色是它有2个，一个转弯，就是说还有要考虑到一个生态环境，一个路穴的一个路径经过行景，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个施工过程要考虑的。那这个也是因为这次获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跟因素。它的设计采用低冲击开发的一个模式，我们都是用高压透水混凝土砖来造就一个海绵城市跟以往不同，因为以往都是钢筋模板混凝土导致我们的一些排水系统水没遇到100年豪大雨的时候。水没办法有效的渗透，也算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肯定因为地政局在台南市政府长久以来对于区段征收跟土地开发非常的用心，那也是因为也有找到好的工作团队所以说也是非常谢谢那个台南市政府办这个活动。特别的地方呢是在于我们做了2座滞洪池。来吸纳这附近地表的径流，让这边不会淹水。那并且呢，也建置了1座抽水站。很高兴这个工程呢，除了获得台南市政府公共工程的优质奖之外，我们也在去年的时候，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呢来到我们现场做不预警的工程查核呢，也荣获甲等的殊荣。那么在今年112年呢，我们也同时获得劳动部职业安全署第17届优良公共工程的金安奖。市长对公共工程的品质非常重视，所以说在这5年当中里面，我们的件数是越来越多。尤其去年是在25件，今年已经增加到41件。有奖项就会有诱因，就会有好的，包括设计公司，包括营造厂商来进来。那对整个设计公司里面来讲的话，它整个以后将来它来参与我们的评选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加分。对营造厂商来讲的话，它如果假设得到特优的话，它有2年的，包括它的押标金，有投标时候的押标金，跟履约过程中的履约保证金，以及它完工以后的一个保固保证金，都可以获得减半。所以说以后它对它整个投标的一个负担就会比较小一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年是第5届台南市的公共工程品质的金质奖，还有优质奖从我当市长之后第1届开始举办，目的是要为了提升台南的公共工程品质。因为只要能够获得我们的肯定以后，另外也是鼓励将来在投标标我们台南其他的公共工程的时候，它能获得一些优惠。同时，如果能够全面提升我们的公共工程品质的话，那将来不管在全国性的评比，或是投标到其他县市的公共工程，都会获得比较好的这个结果。另外，市民也得利，因为公共工程品质提高，市民就享受更好的工程服务。那对厂商、对市民、对市府都是好，这是一举3得。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12月25號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南市政府推動班班有網絡、生生用平板政策，即馬閣結合有線電視甲資訊業者，以平灣地區的學校執行5G 網絡的地區創新應用，已經有真好的成果。台南市指定各種學生戴上 VR 虛擬實境的頭盔，借着遊戲來學習。模擬各種英語對話情景，期待透過沉浸式的活動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游戏式的教学，认识单字。进行里面的操作，我们也不需要用到手把，所以就不怕同学在旁边乱挥打到别人。右上角的这个对话框是，等一下这位同学他要进行，跟这个店员进行对话。对着偏向教学资源有限的学校来讲，科技教学的需求更加迫切。那有这样子的 AR 跟 VR 的一个学习的方式，那也透过扩增实境就是结合双语、结合科技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偏乡的孩子更能够有效的、快速的跨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的限制，这样对，像我们的校定课程，那我们的英语的这种加深加广的课程，甚至是社会领域的这种地理历史的这种课程，其实都可以很广泛的来运用这样子科技的融入，这样。伫淡市经济发展局甲教育局的指导，在地有线电视成功向国家发展委员会申请5G 人工智慧的创新应用补助计划，分别伫左镇、南华、仁德甲沙仑等4间偏区的国中，导入了英语数位教学系统，同时嘛结合各项 AR、VR 内容，和历史文物甲新世代技术结合。律师国发会处长嘛特别南下见证该项成果，市府副秘书长嘛代表市长表达肯定。那智慧教育方面，我们特别期待在比较可能产生数位落差的地方，那通常是一般大家所谓的偏乡啦因为这方面可能基础建设或者数位内容的应用比较不足，所以我想我们政府的资源能够挹注在这方面，让这边的学生都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的好处，透过沉浸式的学习来增加他们这个学习的效率。然后跟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合作，然后成功的申请到国合会这次的一个补助计划，然后让我们偏乡的教育能够结合5G这个部分来缩短城乡的差别那当然这边也很感谢我们故宫也提供相关的历史文物的部分还有包括一些历史典藏，让我们的学生他们在学习上能够更丰富。这边都仅代表我们台南市市长黄惠珍来这边向大家致上最高的谢意。在地有线电视透过5G 网络传输的优势，提供上稳定嘛是第一时间的教育服务，共同要为淡市数位教学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25号，市长黄伟哲前往新营区关心盐水排水工程，除了要求每年互贵进职员工，嘛要求水利局要将对较淹水地区赶紧做改善。咸水排水一直是溪北重要的水路，不过过去因为河面缩减，一旦下游水位不重，或是短时强降雨，就真容易造成淹水。所以市府为了量早达成咸水排水的全单治理，一日期工程拢陆续向中央争取经费。伫市长黄伟哲任内，加减总共补助3亿3千万，治理的长度有2.2公里。市长上午伫当地议员陪同，嘛前往关心新营区1期工程，并听出水利局长的简报，希望工程如期如期，伫明年雨季进前完工。07年0823的这个那么大的雨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保护起来。估计保护的面积是60公顷，保护的人口是3500人那总共的经费高达将5.2亿就包括后续的盐水的3期加起来是5.2亿，也希望这个迅速赶快完工，然后能够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尽最大的保护的功效。除了咸水排水的治理以外，水利局嘛针对周边容易淹水的地区，量早完成系统性的改善，让新营甲咸水区的民众避免淹水威胁。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迎接圣诞节，台南市23号举办台南好样圣诞摇滚演唱会，邀请高尔宣、告五人、林宥嘉等等的人气歌手。更有来自韩国女团妈妈梦的成员辉人，吸引真侪粉丝来卡位。韩国女团妈妈木成员辉人，圣诞节伫台南开唱，指定台就互现场粉丝嗨到上高点。大家好，我是皮龙，大家想我吗？
亲切地用中文跟大咖粉丝拍招呼，就算气温只有18度，依然鼓手歌曲献予台南心意杂招。 저희가 이제 또 올해 마마무 대만 콘서트 이후에 이렇게 재방문을 하게 되어서 더 기쁘고 반가운 것 같아요. 会员伫前一天彩排的时阵，就吸引不少粉丝到现场。市府也特别准备一大堆美食来迎接。暗时更是气势武兴夜市，生破口啊，体验府城文化。除了让市民朋友们还有歌迷朋友们很开心之外，最重要还是要行销这个城市。台南的朋友。 台南好养系列活动圣诞演唱会率先登场，那华语天王林宥嘉压场演唱，再来40分钟的经典歌曲，还有超夯乐团告五人，市府总计超过12万人到场。接下来我们跨年活动还有金世正，没错，还有周兴哲、卡利怪妞，对，还有黄伟哲，没有黄伟哲，没有，谢谢各位。 市长黄伟哲强调，12月31号是县市合并以来第一次伫樱花坎新营2地，同一天举办跨年活动，斗阵迎接2024年，也就是台南400。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台南市体育总会举行第4届成立大会，副市长叶泽山颁发当选证书，予连任的理事长吴志祥以及理干事。 现场来了真侪贵宾，非常热烈。台南市体育总会第4届正式成立，由吴志祥连任理事长，副市长叶铁山亲自到场颁发当选证书，予新任理事长以及理干事。各界贵宾也拢纷纷到场祝贺。适当来，咱吴理事长带领的团队，不管是咱台南市的竞技体育，还是运动。 推广活动，当中拢做了非常有成果。没有好的场馆，没有好的赛事，没有好的选手，体育就没有办法发展。所以有感而发，但是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希望体育会越来越好。过去4冬，台南市体育总会有着非常好的成绩，唔那是伫全国运动会。 伫体育的软硬体建设也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理事长高志祥表示，未来4冬也会跟市府体育局配合，继续提升台南的运动风气。自从咱的风潮市场起来了，到目前为止，咱所体育的成绩拢一冬的进步，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现象。明年度开始呢，咱会阁继续努力，继续来甲拍拼，尤其114年全中运吼。 嘛是搁咱台南市咧举办，这嘛是一个足重大的一个活动。伫大会当中，台南市体育总会全体理干事、甲高层钟庆辉拢致敬颁奖祝贺，推崇高志祥是优秀的运动家，相信伫伊的带领之下，会将台南打造成运动城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为了迎接圣诞节。 台南市南区区公所伫公所头前广场，用了真侪海洋以上的物件做布置。23号也特别举行点灯仪式，祝福民众健康、平安、快乐。台南市南区区公所举办圣诞节点灯活动，特别邀请在地幼儿园康乐团演出。 侪家长拢带着小朋友来到公所广场看表演、听音乐，气氛热烈个温馨。点灯它代表祈福，也代表平安，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平安点灯的模式呢，希望期待来年的一年哈，大家能够更好，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心想事成。 平安喜乐。伫台南市民政局长甲南区区长的带领之下，公所瞬间变成美丽的灯海。为着庆祝圣诞节，同时迎接台南400，公所设置具有在地海洋风景的入口意象，更以高地形昆新，设计出高水的海底作为吉祥物。每年台南400个台湾联会
拢开始要进行，会使讲明年是台南市上无用的一档啦吼。啊，希望讲大家里长啊，市民朋友来当共同来支持市政。啊，让我们台南市更好。点点向前幸福，希望以及美好的未来。南区公所在2024年也将持续致力发展观光海游产业，带动地方创新。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不孕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但市立病院好运团队中西医合并，病例内顺利帮助1488对不孕症的翁仔某圆梦。25号嘛特别邀请其中的16对来分享，这回来过圣诞节。台南市立病院中医的好运团队，25号中昼邀请16对的好运夫妻做伙来欢度圣诞节。每一对带着家己的小朋友，有的会行，有的搁伫咧抱。病院嘛请来小丑甲家属、小朋友来互动，场面温馨。现场嘛有卖这翁仔某分享家己求囝的过程，其中一名40岁的林小姐，伊在4当前生了大宝，后来一直希望佮生一个查某囝，但伫咧避孕3当，女老体，甚至透过试管的生殖技术，但一直无成功。后来经过市立病院的中医好运门诊，才互伊伫咧今年顺利生下查某囝。因为当时经期也觉得，好像有早更的现象，然后我就想说，这1年多我给我自己努力到40岁，那真的没有，那没关系，我们至少也有大宝。结果我来了找鼠丘医师，鼠丘医师就像朋友一样，他可以听我聊聊心事，也可以告诉我中医上面怎么照顾身体，食物上面怎么调整。那针灸跟来做针灸，然后做照灯的部分，我觉得好像来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的感觉很好。像现在天气很冷，我从永康骑车来这里，其实都觉得好冷哦，一度都好想放弃。可是我都觉得吃了中药，然后让鼠丘医师针灸之后，我回去觉得身体真的改善了很多，手脚也不会冰了。那经期的部分来了也很正常。那居然在我过了一个生日之后满40岁，我居然真的有了2宝。台南市立病院中医部的医师王树秋表示，未生是一种真复杂的疾病，牵涉到翁仔某双方的问题，因此伫咧治疗上一定要找出病因。影响不孕的因素有很多，那现在因为普遍晚婚的女孩子越来越多，所以在临床上面，就是因为卵巢衰退的问题过来的患者是越来越多。那其他像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啊、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是内分泌的问题，或者是输卵管阻塞的问题，都会去影响到女孩子的怀孕。那男生比较常见的呢，像是精液分析的异常，也会造成就是男孩子不孕的状况。所以呢，像这个状况，来到我们中医好运门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影响不孕的原因呢，不是只有女生，男生大概也会占30%到40%左右。那大概有1/3呢，其实是夫妻双方都会有状况来影响到怀孕的结果。那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透过就是一个严格的品质监控。怎么样品质监控呢？就是像男生大概3到4个月左右呢，我们就会为他再验一次精虫，了解一下他的品质是否有提升。那再来女孩子的部分呢，每天都要测量基础体温，然后同时在内分泌的部分也会透过严格的监控跟追踪来了解他的那个就是每一个指标是不是都有落在一个标准的范围内。病院针对个人的体质加病因的分析，提供纯中医或者是中西医的合并治疗策略，并且定期的品质监控，提高有新的纪律。8天来，总共帮助1488对的翁仔某顺利来生囝。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金华府登记关心落雪，今年因就各界关进的200多万，交予台南市1230户的家收入户。
甲别社会福利单位，互因会使好过年。台南金华府一年一度的岁末祝福社会公益活动，伫东区1公里活动中心登场，关境中西区、南区、东区、北区、安南区、安平区，1230户的加收2块，每一户1500块，善款高达200多万。今仔日我受人施出，有一个财神人捐200万，互阮金华府来做今年的爱心。交代我安包的人是财商部有限个人有限公司的柯培水董事长，真感谢伊，有伊，咱也有这个实际轻松会咱帮忙小啊这弱势的人。金华府也捐赠予南台南家扶中心、创世基金会、华山基金会、台南脊髓损伤者协会等8社福团体16万的善款。当港遮的团体代表拢纷纷到场，致敬感谢曾以外，这个市府长官甲在地民代也拢来肯定金华府的爱心。这边一定要提到哈，就是说徐秉煌先生纪念慈善会以及林邦烈先生仁爱慈善会这个共同来捐赠这200万了哈。我相信啊，其实台南市是这样子哈，我们一定要共同来打造一个最温馨的一个城市啊。我们公庙我们爱心团体一起来做这个社会公益，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来一起做哈。真的不简单哈，咱金华府其实办咱的整个社会公益活动吼，已经是几6档啊吼。所以会当讲拢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进前拢是伫中西区吼，在做这个爱心比较多。不简单，那很欢迎你们今天终于来到我们的东区了，因为我们东区人口非常的密集，大家公私协力来促成今天这么美好的活动。公部门的资源有限，但是社会民间的资源无限。现场除了发送红包以外，也邀请到米兰时尚发型替长辈进行意见。这也是第5档甲台南金华府来合作，相当无简单。台南金华府也将伫1月6号办理捐款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与。台南新闻收快采访报道。台南市古迹洪圣庙300年来首次做石，24号送天书，隆重出动10顶的神轿，阁有真侪来自中北部的顶头，甚至阁有客家阿公灯，会使讲是全国顶头大请饼。台南市定古迹洪圣庙是全国唯一主祀洪圣爷庙宇，300档来首次举办建造大典。24日送天书示景，超过150组的顶头旗鼓虎声是相当的热烈，更吸引来了万人做伙送天书。其中来自台中中福堂的广泽尊龙，神尊神像挂着重达1公斤的大金牌，市价超过200万，不但黄金相当有价，工艺更加具有价值。这金牌就是咱管理委员会大家的支持啊，是讲来到台南咱无大家尊龙嘛足辛苦的，咱管理委员会拍一块金牌给伊安尼啊，这块金牌差1公斤啊，系啊，互尊龙安尼，迄落伊安尼啊。那我们也特地找了说台湾知名的工艺师林月阁，就是不要说我们就随便找了一个吉拿点就直接先制作我们。有些传统的工艺品啊，对，这样流传下来才有那个价值。另外，还来自客家结合奖的亚钢灯，是全台湾唯一36位神童用人力所耕的亚钢灯。我的武功阵是全台唯一用人力扛的，有36个神童安尼。这次洪圣庙送天书，以台中中福堂甲左营广济宫顶天府的顶头相接，队伍有过延伸至少5公里长。除了排场相当大以外，神尊上的金牌也是外界注目焦点。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12月25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寇万金，咱再会。